免費電影等你睇。各位同學，暑期活動多羅羅，由教青局同埋體育局提供嘅多姿多彩嘅暑期活動之中，仲包括埋有免費電影睇啊！希望俾青少年感受到由電影帶出嚟嘅正面信息同埋歡樂氣氛，又可以增進同朋輩同埋父母之間嘅溝通。電影欣賞第5、6場將會喺8月7號同埋14號嘅上晝10點鐘喺澳門大會堂播放《玩轉老朋友》。門票將會喺8月1號晏晝4點鐘開始免費派發，每人限取2張，派完即止。哇！有免費電影睇喎，各位同學仲唔快啲去撲飛？派飛嘅地點分別係黑沙環青年活動中心、進青活動中心、青年使館、愛港青年活動中心、德育中心、氹仔教育活動中心同埋氹仔湖畔綜合活動中心。呢個暑期活動嘅好消息由我 Recap 3嘅囡囡為同學提供。